公車車咗點解？點解要亂針？點解有女警在場，唔係女警男嘅收拾不親喎？男嘅收拾不親喎，但係你個理由叻啲，你話你公眾地方行為不檢，因為你頭先喺度掉下啲款項同埋將啲食物掉落個船度，大約220蚊。唔出聲啦！你講咩啫？你而家講緊係呢排想諗住咩啊？哇！你陣間漏咩啊？嗱，你合作啊！係咪你先生？你做工，正常嘅工你下一波算甩褲嗰啲人。嚇！冷靜！點會冷靜啊？你哋睇下個人紅曬，點會冷靜？如果你再繼續俾我小胡椒噴槍，胡咩啊？戇鳩！屌佢哋諗住噴晒，走到割韭菜戇鳩！合作，我就將會有啫。你咁樣，哇！合作，我再打你，仆街啊你啊！我再噴咁多。你冷靜啊！點冷靜啊？你都唔冷靜，仲要警察，哇！屌你做多事，我屌！我好撚痛啊仆街！大家合作，我仆街啊你哋！如果唔係我會叫你要痛。全世界都活鳩我，仆街啊你哋！香港人都係戇收翻呢鳩啊！隻手出你嚟！自己啲事點縮啊？我而家鬆開左手邊，你點縮啊？伸出隻手出嚟。起身咪得咯，戇鳩3對1喎，仲冇上軍事訓練，屌你揾水平！